大家好，我係運房台台長，今日咧就係介紹呢個黃埔花園嘅巴士總站啊，係啦，新系列啊。咁呢個巴士站咧就喺德安街入口啦，咁啊直入去呢個黃埔廣場下面。咁個出口咧就喺德康街。咁呢個就係有蓋嘅4坑平行式總站。咁由入口左邊開始咧，係分別係去九龍城深水埗嘅12A， 去旺角美孚荃灣嘅30X。去尖沙咀嘅8A 同埋快線架帆8P。至於第4個咧，其實係一排巴士站嚟嘅。咁由前至後咧，可以搭115去中環 NA 同埋 NA20凌晨去機場。咁第二個就係5D 去九龍城啊、九龍灣同埋 E23或者 E23A， 經九龍城就上到慈雲山。咁後面嗰個就去東涌機場㗎啦 ，E23嗰啲。咁5D 全日化咗2年啦，個牌都仲喺度，好嘢。咁巴士站隔離咧就個小巴總站，咁就小巴2號、2號 A、6號 6X 啦，咁就去到九龍城、九龍塘、尖沙咀，全部重疊嘅。咁跟住隔離咧就有九巴月票機啊，同埋呢個交通津貼嘅攞個機啦。咁呢個巴士總站雖然係室內，但係其實車流量唔係好大，加埋隔離咧有啲通風出口咁樣，咁所以唔算太焗啦。其實應該主要都係因為而家就係冬天，咁因為喺車隔其實都幾焗下嘅。咁相信夏天會更加熱啦。咁另外扶手嗰度有啲特別設計，咁就啲乘客咧就可以挨喺度等車。咁總而言之咧，呢個唔係一個差嘅巴士總站啦。咁路線咧去到九龍區嘅70%度噶啦。咁新界咧就慘啲，得荃灣。咁設施啊高過合格啲啲啦。咁因為寫下班車嗰個牌咧，雖然裝喺度，但係其實壞嘅，長期一路都係壞緊嘅。咁評分啊，大約俾2.9罰5分啦。咁今日介紹咧就到呢度。咁中意嘅撳讚。咁有唔同嘅體驗，覺得呢個站有其他嘅意見咧，可以喺下面留言。咁我哋下個巴士總站再見啦，拜拜。